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跟我结婚；二呢？跟我领证。顾总，周建清的资料发来了。怎么是他？陆子明还在抢股权，顾总，你何必现在找他？当年顾老先生曾和他的老友周明勇一起建立了顾氏集团，虽然后来2人分道扬镳，周先生却也在顾氏集团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您父亲渡过难关。这些年来，顾老先生一直感念周家恩情，甚至盼望如果有机会能撮合您和周先生的女儿周建清在一起。但他走得突然，还没来得及把信交给你。资料上说他们兄妹俩这几年过得并不好。既然周家对我们有恩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而且，这是我爸的遗愿。那，你就真的打算为了老爷子的遗愿跟他结婚了？也行嘛，反正你们俩现在都单身，他又是老爷子看中的儿媳。顾总，我祝福你，加油吧。可我没时间谈恋爱，能直接求婚吗？肯定不行啊，这种事儿还是交给我吧。根据我的调查，当年周建清的妈妈接手周家生意之后，欠了不少的债，前阵子还有债主找上周建清，3天2头的骚扰他，这就给了你一个最好的出场机会。对不起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打烊了。追求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投其所好。偶像剧里最经典的桥段就是英雄救美，一见钟情。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，一个女孩因为无良债主的威逼遭遇危险，她一路逃跑，可坏人还是穷追不舍。就在她最绝望、最害怕的时候，你，一个完美又英俊的男神总裁，就像神兵天将一样，帅气地出现在他面前，替他赶走所有坏人。那一刻，你光芒万丈地出现在他面前，用你爆棚的男友力打动他。bang！ 接下来就是奇迹发生的时刻。呀哈，还有救兵啊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想不到有一天我也能碰上漫画里霸道总裁英雄救美的桥段，难怪读者爱看，这还真有点心跳加速。你看我干嘛？那个，谢谢你啊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找我？对，找你。找我干什么？跟我结婚。我虽然什么活都接，但也不可能随便跟人结婚啊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跟我结婚；二呢？跟我领证。这不都一样吗？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可以尽我所能的照顾你，保证你不会再遇到这种危险。你哥当年替你妈签担保协议惹出来的麻烦，我也能帮他彻底解决。你怎么连这些都知道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我跟你说，
我这个人虽然缺钱，但是我只卖力气不卖身的。你别过来！我只是想给你披件衣服，